新竹市宣布，这国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对112年开始，这新的学期开始呢，国小一顿对40调整到50块，国中是调整到55块。这费用一半由家长来出，一半由市政府补助。安尼新单年差不多要增加5000万的预算。中昼时间，学生欢喜咧食营养午餐，不过刷落去对新的学期开始，新竹市的营养午餐计数就准备要起价啊！国小每一顿对原底40调整变50，国中是调整到55块。算一算，其实一个学期要加蛮多钱的。如果说这些钱真的能够让小朋友吃的比较好，那就算了。可是家长会担心说，加钱会不会还是吃的一样？这可能就会比较让家长担心。希望以孩子的营养午餐是要能够真的吃的营养、吃得好为基准点。那后续的话，我们会持续再去进行一些相关的营养午餐供餐的厂商在这个质量上面的一个监督。也希望说未来在这个更多的家长跟孩子们的回馈互动之后，我们能够让新竹市的营养午餐可以更好。照安尼算，新的学期家长一年爱增加1000通块的支出。新竹市议会民进党团是提出质疑，新的政策除了拢无参家长讨论过，而且计算的计算方式嘛拢无公布。到底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每年应该要增加这么多经费，那增加的这些营养午餐的经费的，到底多少比例是用在餐食上，多少比例是用在业者的这个营销费用哦？党团支持这个营养午餐加价这样一个政策，但是对于整个讨论的过程、征询的过程，还有授权各校可以自由订定这个餐费这样的一个决策，我们是并不认同。市府指出，主要是希望让学生除了吃好，嘛爱吃健康，佮加上原料起价，才会决定调整营养午餐的费用。另外，针对经济弱势学生的费用是全部补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